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咱的青少年的朋友。这个卫福部的统计，2019年青少年的自杀率创下着6年来的新高，尤其是15岁到19岁增加未少。有12家基金会针对着17000外的国小甲国中的这个学生做心理安全感的调查，讲即摆这个青少年受到网络世界影响真大，这个家长陪囡仔的时间上少了，嘛是青少年安全感降低真主要的原因。看手机啊，敢有人替家己饲赞，一直烦恼家己无人介意，想袂到网络世界会影响到囡仔的情绪。亲子天下杂志公布上新的调查，国小3年啊到高中9年的学生，有尾一半的囡仔无自信。另外，想过外口网络交朋友，若是伫网络顶无得到肯定，有26%的少年人会感觉家己真无路用。看到这种情况，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，然后想要帮别人说一下话，可是很像介入里面又不对，跟同学比较好聊一点，跟同学相处时间比较多嘛，所以可能同学会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，可能爸妈会比较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已经是24年来的新高，而且目前这个世代的儿少，他们的一些心理啊、情绪安全感方面的问题，那同时他们也是一个，就是跟我们这个世代的家长或是老师很不一样，他们是数位的原住民。少年人伫网络顶的时间愈侪，实际和厝内人和朋友的互动就会愈少，情绪无一个出口。建议家长一定要加关心囡仔，加听因的想法，提升囡仔的安心感。